共有56個民族，每個朝代民族都有自己嘅特色，當中舞蹈嘅服飾都非常之特別㗎。敦煌飛天舞源於壁畫嘅舞蹈形象，佢哋嘅服飾通常顏色對比鮮明、輕盈飄逸。另外仲有新疆嘅維吾爾族，佢哋嘅衣服都色彩鮮豔，裝飾華麗，整體嘅風格都輕盈優雅。泰族孔雀舞嘅服飾象徵住孔雀，配搭閃亮嘅飾品，非常耀眼奪目㗎。